台中市政府主计处公布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比去年同期加1.87%，这可能是因为做风台产量较少，这水果、果子的物价起上济，起15%。真侪民众讲实在是伤贵啊，买袂落。民众一透早来到市场买物件，但是经过水果档买进前，拢爱再三斟酌，因为实在是伤过贵了。一个芭乐等于一个便当，少吃一点啊，或者是找比较又更大众一点的代替这样子啊。台中市主计处公布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是108.53，比去年同期上升1.87%。分析内容发现，食物类起3.2%以上多。其中又以水果的15.03%起上雄。水果摊商是表示，百香果、莲雾、香瓜啊、柿啊、芭乐、目前的价钱拢是伫咧高点，每大斤大约130至160块，拢比一般的均价加了20块左右。这个量少，因为台风的关系，这个是刚在出，量也很少啊。其余的莲雾也是量很少，它季节比较不对，它是新义乡的。因为是台风的关系吧，如果进口的就没有差。有说到我们7月份不是有凯米台风来袭嘛那多多少少会影响那种我们水果的一个增长这样子。9月份的话相对去年来讲的话，就会落差会比较大一点，大概15.03%这样子。主计处表示，水果量较少，价钱就起。产区受到7月凯米风台影响是主因，其他基础类、杂项类、教养娱乐类，也有衣着类指数也拢起。消费者钱包底咧缩汗，希望会当度过高物价带来的生活冲击。记者台中报道。